志豪，今日係清明復活節長假最後一日啦，但天氣仲係麻麻地喎。係啊，思齊，大家把握放假出街玩嘅同時，都記得要帶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5.6至到27.4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4.9至到26.6度。轉睇風雨圖，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，另外華東氣壓正係上升，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喺夜晚逐漸影響廣東沿岸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偏南風。展望聽日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雨，隨後2-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明朗，珠海多雲。中山、江門天晴。肇慶、佛山多雲。廣州、東莞多雲。惠州多雲，深圳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